你要知道嘅2026世界盃 N 件事。2026年世界盃進入倒數階段，作為4年一度嘅全球體壇盛事，就算你本身係棒球或者係籃球嘅忠實粉絲，亦都應該參與其中，一齊享受狂歡同埋激情。如果唔想之後同朋友冇咩好講，就趁決賽週開始之前，了解一下史上規模最大嘅美加墨世界盃啦。本屆世界盃係史上首次由3個東道主聯合主辦，墨西哥已經係第3次成為地主，美國就係繼1994年之後再次成為地主，足球風氣唔算熾熱嘅加拿大就係第一次。美加墨世界盃決賽週正式由32隊擴軍到48隊，規模史上最大，總共會有104場比賽，主辦城市多達16個。對上一次世界盃擴軍係1998年嘅法國決賽週，當屆冠軍係東道主高龍紅雞。成個決賽週長達39日，史上最長。揭幕戰鐵定6月11日點起戰火，地點係墨西哥城。決賽定於7月19號，場地係美國新澤西嘅大都會人壽體育場。48支球隊分為12個小組，每組4隊，前2名自動晉級，連同8支成績最佳嘅第3名參與32強淘汰賽，意味住首階段只係淘汰16支球隊。所謂入鄉隨俗，本屆決賽仿效 MFL 超級碗，上演史上首次半場表演，並由英國樂隊 Coldplay 主音 Chris Martin 策劃。雖然足球比賽半場休息通常都係15分鐘，但係可能半場表演將會好似超級碗一樣，維持30分鐘。南美勁旅阿根廷將踏上衛冕之旅，上屆決賽面對法國，加時打成3-3平手，互射12碼登頂，亦都係繼1978同埋1986年之後再度封王。本屆世界盃新秀一共有4隊，包括佛得角、烏茲別克、約旦同埋庫拉索。16年後在此重會，夫妻情深，密室信願。昔日小龍女嘅金句會認為16年係好長嘅日子，所以而喺今屆世界盃相隔16年或者更長日子先再次晉級決賽周嘅球隊就有，相隔52年嘅就有海地同埋民主剛果。而民主剛果上次出席嘅時候仲用扎伊爾呢個國名。40年嘅有伊拉克，28年嘅有蘇格蘭、挪威同埋奧地利，24年嘅土耳其，20年嘅捷克，仲有啱啱16年嘅就有南非、巴拉圭同埋紐西蘭。作為史上規模最大嘅世界盃，獎金數字同樣係歷屆之冠，冠軍獨取5000萬美元，較上屆多800萬美元，亞軍亦都可以獲得3300萬美元。就算喺分組賽出局，各隊至少都可以獲得900萬美元。多位當代巨星將喺本屆上演最後一舞，包括絕代雙驕斯朗拿度同埋美斯。假如葡萄牙同阿根廷順利晉級淘汰賽，兩隊就有可能狹路相逢。史上一共有4隊喺小組賽保持不敗，仍然要打道回府嘅，包括1974年嘅蘇格蘭、1982年嘅喀麥隆、1998年嘅比利時同埋2010年嘅紐西蘭。分組賽保持不敗卻無緣晉級，固然令人惋惜，但更殘酷嘅命運係成屆賽事未輸過一場波，但係依然會被淘汰。呢個悲劇主角就係英格蘭。喺1982年世界盃，佢哋5戰3勝2和，但係就因為賽制設計嘅巧合，喺12強階段黯然止步。呢一幕成為足球史上比悲傷更悲傷嘅注腳。蘇格蘭過去曾經8次出席世界盃決賽周，除咗從來冇喺小組賽晉級之外，當中仲有4次同巴西同一小組。2026年世界盃就係佢哋第9次出席決賽周，並且係第5次同巴西同一組。歷史上只有2個國家能夠衛冕世界盃，包括1938年嘅意大利同埋1962年嘅巴西。換句話嚟講，世界盃已經64年冇出現過衛冕國家啦。